咁廣州北京路點解咁出名呢？除咗呢個政府大力去打造呢個廣州名片啦，更加重要呢就係因為廣州嘅城市中軸線呢，就係2000年嚟都從來冇遷移過嘅。咁啊新老結合啦，咁啊好似廣州百貨啊，即廣百啦，我哋叫新大新啦，同埋後嚟進駐嘅天河城啦。咁呢啲商場呢，亦都為廣州帶嚟唔少人氣嘅。咁除咗呢個之外呢，咁廣州嗰個中軸線呢，就好似用明玻璃路下邊嗰啲呢代嘅路面層啊，就作為一個係旅遊景觀啦。咁仲有一個元代嘅古敵樓啦，代嘅計時器啦，引咗唔少人喺度影相打卡嘅。都有之前我視頻講到嘅太平館西餐廳啦，同埋附近嘅藥洲遺址啊，最近即係呢10幾年前擴建嘅大佛寺、光明廣場。光明廣場呢本身嘅規劃呢係有啲類似廣百咁樣嘅一個商場，咁後尾呢，下邊呢就掘咗一個廣州嘅古代水閘，咁所以呢，佢嗰個廣場個商場嘅高度呢就限高，就冇去到咁高嘅。就之前入過去啦，就黑掹掹咁，就即係好似博物館咁嘅 feel 啦，但係呢唔係十分之大。咁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呢，可以自己去睇下，喺光明廣場嗰度落去地下層嗰度就可以入去個博物館噶啦。建議呢，大家就盡量避開週末啦，因為星期六日真係好多人。呢中意湊熱鬧嘅人呢，就可以選擇喺星期六日過嚟呢度玩啦。咁呢度呢，亦都係非常之方便嘅。咁有2個地鐵站，就係我之前提到嘅公園前地鐵站啦，同埋後邊6號線嘅北京路站啦。公園前呢，就喺嗰個中山路嗰邊落車啦。咁呢個北京路站呢，就喺嗰個太康路嗰邊。附近呢，其實高樓呢就比較稀疏啲，即係越秀區都係噶啦。一個限高啦，第二個呢就係政策方面呢，就唔再起一啲標誌性、地標性嘅高層建築，咁所以呢，有啲高樓迷呢可能就要失望。去琶洲啦，或者去珠江新城嗰度睇啦。如果係想睇高樓，就附近最高嘅應該都係嗰個金潤樸宮啦，連天河城依家叫行人廣場嗰度。